重点先来看，因为路快业客为团体的，本单有帮忙的观光客的推动资本温泉区，提莫拉克风采过后，使得江边夫妻马家，当地的饭店业也因为交通问题，停放力干嘛做农村两上边呢？一张也过去的更加温泉口右片。总算行的得的，业者都希望观光人潮使得多进来，前归风采以前的好光景。玻璃口天天的数起来，用实现过了8岁在以内，日本温泉地区的对外交通真是全面通畅嘞。不管是小车、游览车，还有重型的车辆都已经能够从温泉桥右侧来开始通行了。所以这个贝利桥的部分呢，我们就等于功成身退了就算安阳都全面恢复通畅前前，将近一整夜的时间，甚至经对当地温泉饭店的生意造成严重的影响。消费者都还认为我们是台东是很大的灾区所以说造成我们那个各饭店大部分的住房率都剩下一两成左右。而且20人呢，总共都差不多减少营业呢，比去年的来讲，有差不多2亿人。日本温泉地区提早入40间饭店，2500间房间，原本撇除观光旺季，都做得达到800左右的大风量。不过联合跑通之内，还是朗朗清清，也找到当激烈忙连交通的恢复，做得卡加清转观光的人潮。客家新闻新闻台东报道。